好，來看咱這人工智慧的教父健身房啊，今仔日出席啊 NVIDIA 台灣員工大會。你看這個現場，哇，這個真熱烈，大家真熱情啊。因為這個健身房呢，伊宣布，伊這叫做 Starship 星艦，這是台灣總部啊。要開始今年年底要動工啊！另外，這個現場你會看到吼，這個蔣萬安市長嘛來現場送伊這個起手式啦。但是健身房就講啊，其實上重要的，講除了這個總部要開始起了，也認為講啊，台灣的成就這幾年發展了真好，伊從進前就真看好台灣的未來，希望大家繼續打拼。比後壁的熒幕，黃玲芬問員工回答的台灣總部敢有水？員工做伙應聲，學到成南真水。人工智慧晶片的大廠回答，佇咧台灣新總部的議程地北市區 T17、18舉辦台灣的員工大會。黃玲芬嘛講出這棟大樓的設計理念。So the soul of the building, the goal of the building is to create a building that is iconic, but iconic of our character. Notice everything in this building is made from triangles, polygons. And this building is designed to be transparent. 黃玲芬講，回答就要建造透明的公司，讓所有人攏會當信任甲挖靠。所以台灣的新總部會採用透明的設計，攏總3.89公頃，按算2026年底動工，2030年完工啟用，讓員工搬入去。黃玲芬將有信心，員工會真滿意。When we start to use the new office, are we still going to have work from home? 我開遐爾濟錢。起啊遐爾水，攏無人要來哦。黃玲芬原來愛講笑，講開真濟錢去台灣總部，不過互員工更較滿意的，毋但新總部。大會現場有台灣味，公司找8隻餐車，有番薯球、公仔粿，互媒體個員工通食，大家人有夠歡喜。黃玲芬個計算個公司的願景，互現場是個較嗨。Our market cap in 3 years and 5 years is going to be very much higher than today. 世界級的大企業來到台北，台北市的大家長蔣萬安佇咧回答的大日子，嘛到場來送禮。Where is the door? 甲黃玲芬老英文介紹家己的禮物，台北鎖匙，上頂台北毋但是歡迎回答，嘛是回答的厝，閣有家己寫的毛筆字，內底閣有藏回答2字，希望替回答台灣總部添好彩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